在電影《像我這樣的愛情》飾演腦麻病人的大馬演員廖子瑜，憑借這部作品入圍本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。不過影后之爭還沒有開打，她已經先鎖定了另一個目標，就是在頒獎典禮當天，無論如何都要用心扮靚靚。我每一年咧，無論係頒獎也好啦，又或者係有份提名都好，我都會好希望係靚嘅咯。即係無論你本身靚唔使希望咧。我覺得係我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幫手咯。妝頭或者啲衫啊、珠寶啊，各樣嘢都可以幫到我更加靚同埋有信心咯。最緊要靚，係啊，即係你有冇攞獎都好，你就算冇獎攞，你起碼嗰日係靚嘅。係，但係咪即係話想攞嗰個咧？好似係每年一開始有一個做講衫最靚嗰個獎，嗰個係咦你後悔喎？我好想攞啊，但係我好似連提名啊或者係入圍都冇。咩係咪冇入圍？冇入圍嘅，直接係個先靚就得㗎啦。未試過。係，咁今日揀下啦要。係啊。別以為子瑜只是拼造型，他也開始在準備得獎感言的草稿。畢竟他不久前在第32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，憑同一部電影首奪影后時，就差一點經歷社死現場，而且還要擔心自己會不會突然發台灣。有冇啲得獎賀詞，即係都要 ready 定袋定喺袋啊嗰啲咁啊？要啊，都有開始度緊㗎啦。即係萬一咁好彩可以得到呢個獎項，我都有好多自己係好想多謝嘅人咯。同埋大會其實每一個得獎者嘅時間都好有限啦，但係你要多謝嘅人都好多，所以都會 drafting 咯。因為上次係影評人。香港評論學會頒嘅獎嘅時候咧，我嗰陣時其實係冇準備到嘅，但係明明係已經知道係頒俾我啦，但係我嗰陣時係誤會咗個頒獎形式，因為我未去過，所以嗰日咧係完全冇諗到要上台講嘢之下嘅情況就上咗台。不過都有多謝嘅人嘅，就臨時諗到咩就講咩咯。會唔會驚即係上到去如果真係攞上金像獎太興奮會發台灣，即係啲人一定會。係啊，我係發台灣嚟講，我係有好多年嘅經驗啦。我由幼稚園第一次上台，即係扮太陽花嘅時候，我已經發緊台灣啦。但係唔知點解我都係依然好熱愛表演，同埋好熱愛上台嘅。即係有啲咩歌唱比賽啊、講故事比賽啊、朗誦比賽，我都會好肯上台。但係每一次上台都會好緊張，好緊張。